20歲會有天望見車先諗起，其實似有部成熟戰車先 OK。我有啦，今好見證510 Cafe 爭氣，咪分心咪粒起，大師傅就救笑你。命啊！一聽合格亦都驚到避，唔 pass 嘅亦冇必要冇嘢有咩問題啊？你加油啊！最怕亂分析馬路，然後有分歧，男司機女司機，行路時卡安一邊使乜理？氹，唔識不是見證許言，諗，強勢合格變住零啫。點知講九新界點揸嘢急，平衡住價是空花風險，同車位決戰要不停，等，勞氣就要冷靜埋邊，講下運，講車品，揸車似人生。我一 pass 啊，恭喜我啊！叫你幫我打氣我啊！考過啊，不過唔緊要啦。